哦，真用心，真用心要做艺术品啊！这农家哦，真用心要做艺术品哦，真用心啊，准备遮济，啊，放较热，较袂叫撸出来。哦，那陈老师做用心要准备，看遮济啊，走偌济所在，爱用偌济心神安尼，哦，爱去看偌济料安尼。哦，这款咧艺术品做艺术品，较袂臭酸伊，还会当挂足久诶，当欣赏足久诶。臭酸哦。嘿嘿，这真好，真好吼，真好好势。嘿嘿嘿嘿嘿，艺术品就是会当吼藏足久诶。哦，啊大人囡仔拢会欣赏一下。哎呀，足够做艺术品诶，做出来都有价值诶。做袂起咧。哦，即马要教看安怎念啊？有啊。困难啊。看迄个做大马要插穿水咧去，别个调，啊，迄个纸要黏带地去啊，啊，搁黏细粒的，黏啊做像看鸟鼠啊啦，黏啊做像鸟啊啦，黏啊做像啥物动物啊。啊，爱学啦，恁若足简单着啦，毋免老师教你。迄个有老师教，就是影无遐简单而已。简单的上上跳嘛。加减啊学啦，哦，加减啊学啦，成品啦，哎，莫多啦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来要紧张，最好来，慢慢开始甲恁教。哦，手若会喘，毋通摕脚倒啊。来，我甲恁讲，恁即摆吼，恁手摕这样，这个圆圆的，感觉对不对？有，恁要讲啊？你只要找一个方向，看我来，去找好，我甲你教。来，顶悬。加减啊学啦。如果你要这拢圆的，你要放做一拢把紧，你只要顶悬下面拢放一空就好。哦，顶悬下面放一空。啊是看你要安尼拢会使，你望遮放一空，边仔放一，安尼袂使哦。顶悬搁下面安尼放一个线，安尼来。用胶刀。来看。做遮拄也袂对。哎，这做好拄，啊你咧过哦，当做安尼拄的就过啊，咧拄的就过啊，安尼一空啊。哎哟，安那哟，对啦。下骹，搁拄一空，拄伫个迄落迄。有啦，安尼有两空无？安尼有两空无？哦。两空无人有。哦。对。啊来，啊顶面的这空，顶面这空，试下放在桌子这样子，拄落去。放桌顶较好做啊，放桌顶较好做，较袂去擦着，较袂去擦着手，啊夹要好，夹要好，夹要好。变落开较危险，爱注意啊。你也袂用厝的，你也袂用厝的哈。啊哈哈，好 very good，very good， 哈哈，好好好。哎呀，哦，赞得水啊！拍甲。拍甲啊！啊，拍两个角。拍两个角。啊来，搁摕来后壁，来搁伸来后壁安尼，后壁才拍三个角。哎。哦，搁来拔落按安尼。一个，拔甲大较水吧。啊，你若我拔甲大两了紧。来两个，三个角了，三个角拍了啊吼，安尼才有看到，安尼有拔起来无？啊，咱这线遮长无好看，对毋对？把线夹起来，夹较底。夹起来，安尼。那有冇冰淇淋哦？拍夹了，安尼是毋是好啊？哦，足水。先做安尼。哦，足水。先做第一步。足水啊！啊，你换你家己夹来杜康啊！哦，好棒哦！紧诶！哦，偌水的呢，偌水的，哦，顶悬杜一空，偌水的。下骹杜一空，无你家倒会当先切。好，来遮恁遮有啊。
哦，偌水的呢，哟，偌水的，哎，卡爱平平的，有啦，正头倒头，正中安尼对落啦，正头倒头，啊，选着好地理哦，好所在哦好个啦，你剩来哈，选着好地理好所在哦。剩你后壁，两条，选着未？两条做伙冲入去，阮拍现做，无爱冲入去井内底较拍咧。哟，要阮着冲入去啊！你冲入去啊呢？啊来，用来头前，哦，甲伊两条徛在头前安尼，甲固定的啦，固定，爱甲固定甲细一轮甲拔开啊，安尼，把两个夹，有无？细一轮甲固定开啊。拔一下，啊来换坐去后壁，换坐来后壁，头前后壁安尼，坐来后壁，头前后壁安尼拔啊，拍三夹，那你拍三夹，莫拔个条落啦，拔个条落去，对啦，拔个条落，无咧无要紧，两条会分开开，安尼毋当会当迄个揽做伙安尼拔。先把干，你两条无揽好开，无分开啦。先把干的。嘿嘿，嘿嘿。